今日嚟到西區一個地標屋苑半山樓晉成峰參觀一個非常罕有嘅行政樓層，極高層4房嘅設計喺呢度咧，仲可以咧180度欣賞前面呢個維港海景。入到嚟咧就係一個非常震撼嘅空間感因為呢間行政樓層咧擁有一個特高嘅樓底，而呢種行政樓層咧喺晉成峰咧淨係最高嗰幾層先有嘅啫。可以見到咧呢度成個客飯廳咧採用咗一個左右廳加橫廳嘅設計，加上咧入到嚟咧冇玄關位咧可以用盡咧成個客飯廳嘅空間，非常實用。客廳呢邊咧可以咧擺梳化，擺兩邊都欣賞到唔同角度嘅海景，加上咧側邊咧仲有啲空間咧可以做一啲入牆櫃之類嘅，而且咧飯廳呢邊咧個空間感都係非常好，呢度可以做一個長方形嘅飯台，呢度咧每一日用餐咧就可以望出去呢個咁靚嘅維港海景，加上成個客飯廳咧都採用咗落地玻璃嘅設計，增加採光之餘咧，仲可以180度咧擁有呢個維港海景。咁咧客廳呢邊咧連接住一個戶外嘅露台，喺呢個單位咧完全可以擁有一個君臨天下嘅視野。喺度朝頭早可以見到郵輪穿梭，夜晚咧可以欣賞到維港兩岸嘅璀璨景緻。成個單位1100幾尺咧，係一個4房雙套嘅設計。喺客廳後面咧已經有其中一個套房，因為咧將其中一個房分開呢邊同另外一邊咧，可以減少走廊嘅浪費。每間房咧都有一個窗台嘅位置，可以增加呢個擺放嘅空間。而且咧成個單位都係廳房同向，無論每一間房同埋客廳任何一個玻璃都可以欣賞到前面嘅維港海景。入到嚟廚房嘅空間咧，廚房咧採用咗 L 型嘅設計，儲存空間非常多。可以見到咧設備咧都係非常齊全，有紅酒櫃、焗爐、微波爐，全部所有嘅位置咧都可以充分利用到成個廚房嘅空間，儲存空間咧都係非常多。單位嘅另外一邊咧就係另外3個房間，而且呢度咧仲有一個工人房嘅設計。可以見到咧呢度咧工人房咧都有一個窗，咁咧就非常人性化，而且方便咧照顧隔離房間嘅小朋友。呢度咧好似頭先咁講，所有嘅廳房同向，除咗有窗台之餘咧，每間房咧絲絲正正都可以望到呢個維港海景。最後嚟到呢個主人房嘅空間，主人房呢度咧空間咧十分充足，左手邊咧已經預留咗一排嘅衣帽間嘅位置，做到上頂衣櫃咧儲存空間特別多。喺呢度咧中間擺咗3邊落床之餘咧，每一日起身咧都係欣賞到咧呢個前面咁靚嘅維港海景，而且咧呢間主人房咧仲有一個咧轉角嘅採光窗。